陈总好。你好，谭总。谭总，辉煌公司的李总邀请您后天共进晚餐。去掉。这个是建筑清单，需要您签字。一会儿给我拿过来。这个财务报表。告诉财务，给王总增加120万的利润。好的。我知道我说这个有点不太合适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。那这样吧，这个职位如果不可以的话，其他职位也可以。你们还需不需要人呢？其实刚刚你看到的那个王姐，他们保洁部有个员工马上就要休产假了，正在四处找人。目前公司就这么一个岗位。好，我来应聘这个岗位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你可以考虑到其他公司看看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好吧。你确定昨天我们新招的员工进了保洁部是吧？是的，昨天是保洁部的面试，今天是培训，所有的新进员工都应该在这里了。到右，上上下下。大姐，我能上个厕所吗？好，谢谢。快点去。大家看啊，它有申诉功能的，这就是雨刷。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记着，它这儿有个开关，一定要把它拧紧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坏的。谭总你好。大家好。新来的员工都在这儿了。是的。谢谢大家能加入我们公司，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儿。谢谢。依然，你出来一下，谭总有事找你。哎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谭总的秘书李密，明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我想你是搞错了吧？我是清洁部的依然。应该不会搞错的，已经把你调到了秘书部，这是你的岗位变动传单，需要各部门的签字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希望你明天能准时上班，就算你不来的话，希望你重新看一下合同。难道我已经被谭少宇识破了吗？不能慌，他不可能察觉出我的计划。哟，穿这么正式干嘛去啊？今天是结束培训，正式上岗第一天，穿的正式点吧。嗨，不就是去谭少宇公司上班吗？没事儿，他不要你告诉我啊，大不了来我那儿。去你那户外车店啊？怎么着？你看不上啊？不是，我胆小，我一看见那车轱辘就害怕，尤其是过障碍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敢睁眼睛。这种东西也就适合你们男人。不懂了吧？告诉你啊，现在来我店里的都是女客户，买大件、贵的、好的都是女的。这都是买来送老公和儿子的吧？啊？什么？
还有不急了，我得真的走了。啊，好嘞，走。你干嘛去啊？我送你啊。我让你送什么呀？我坐个公交再倒地铁就行了。我可不能迟到，迟到了要扣奖金200，外加遭领导白眼，还得加班影响升职呢。说的真够溜的。哎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上海的交通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你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几身臭汗怎么见同事啊？你得给同事留一好印象啊！走，我送你去，我有车，保证不堵车，还准时。你什么时候有车了？一直都有啊，赶紧换，我在外面换啊，楼下等你。啊。我还以为什么车呢？原来还是你这单车呀！什么叫单车？这叫山地车，持久、专业、耐用。行了，别说广告词了，我赶紧走了。哎，别！你就告诉我，现在离你上班呢，扣奖金和遭领导白眼还剩多长时间？20分钟。20分钟是吧？嗯，上来。行吗？行吗？把妈换成爸啊！坐稳了，起飞了啊！走你！怎么样？时间控制还行吧？没耽误您大好前程吧？行，还差5分钟。待会儿中午别忘了吃饭，别净点些垃圾食品。你们门口不有中餐馆吗？跟磊磊点俩菜。哎呦，行了，弄得跟我奶奶似的，赶紧上班去吧。行吧，那我走了，晚上见。好。哎，对，回来。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哪个手？拿好了。这什么呀？把这带上，转运的。您今天呢第1天上班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一展了啊！行了，走了。谢谢。谭总，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建筑设计会，你把现在上海所有在建的酒店做一个资料搜集。可是这怎么搜集呀？上海太多酒店了。如果这个要我教你的话，我请你干嘛呢？明白了。等一下，把这信封里的所有票据都贴好了，明天上班交给财务处。好的。财务处有规定，除了贴好票据之外，还要做一个 Excel 表格，把所有的信息都登记在案。明白了。等一下，就快到中午了，我要吃午餐，帮我订一份牛排7分熟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以后我没有说完话之前，请你不要主动，明白了？那您现在说完话了吗？宝，啊，李爱宝先生，咱记住穿这一套啊。啊。哎妈，你怎么想的？这相个亲还至于改个名吗？还李文凯？你骂我有文化吧？这名字起的有没有点某个青年才俊的意思？这名字起得好呢，就容易产生好感。人一产生了好感呢，就容易接近，一接近呢……那当初你生我的时候，怎么起了个李爱宝啊？李爱宝是你爸起的。没文化。哎，别瞎说啊！多好听的名字。宝啊，你这次相亲啊，要是能够一次性搞定呢，最好；要是不行呢，你别气馁，总结经验，以利再战嘛。好。我就觉得你这个头发这么竖着不好看，要不，你看看你自己头发，我怎么就觉着这么梳不好看呢？我的意思还是来点油吧。啊，别妈，抹油那是民国时候的事，现在这流行这样，这不挺好吗？
道理。我就奇怪了，你说我儿子长这么帅，条件这么好，他怎么就没有小姑娘喜欢呢？看，关键问题是你没上心。哎妈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你不能给我上纲上线啊！我还不上心，我1礼拜上5天班，相6次亲，也就是我，换别人谁受得了？哼，我可管不了别人的事儿。你说你相1次亲，我在后面得费多大劲呢？你每见一个姑娘，妈妈得在后面千挑万选。我看呢，你坏事就坏在这张嘴上。你说晶晶那个事儿吧，你俩完全可以再沟通沟通，再解释解释，是完全能够。那叫什么事儿啊？合着他们家嫁姑娘就为了20万，我有这20万就爱死爱活，没那20万就六亲不认，什么人呢？你看我这一说吧，你就来劲了。你揣着一肚子的气，你怎么相亲呢？你没听电视上怎么说吗？过了30岁不结婚，那是犯法，要抓起来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混到30岁不结婚，到时候你爸又给我托梦，他再问你。哎，都妈，我今天晚上就给我爸托个梦，让他以后别再烦你了，行吗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保证完美完成任务，让人家一眼就看上你儿子我。这还差不多。来，准备穿衣服吧。你就是蔡璐小姐吧？哎呀，你刚才一过来呀，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花露水味儿。我是你今天见的第几个呀？之前那几个为什么都不行啊？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子呀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又想要帅的，又想要家境好的，还要疼你、爱你又宠你。这天下哪儿那么多让你选的高富帅？咱们做女人，对不起啊，我说你们做女人啊，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那样再出来相亲，要不然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你好，请问是李文凯先生吗？你就是蔡璐。喂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给我介绍那姑娘叫什么？蔡璐，你放屁！你玩我是吧？好，你以后少给我打电话，王八蛋！我100%确认那是薛晶晶，居然还敢化名出来招摇撞骗了。跟我这事还没扯清楚呢，就忙不迭的出来骗钱了。亏我那同事跟我介绍什么留法留美、单身白富美，只为寻真爱。哎，你当时就没想着打315啊？
我跟你说啊，你当时就不应该跑，就应该直接冲过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好好的羞辱羞辱他，在控制住他的同时，叫哥们儿我过去。你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当初答应给他那10万块钱，那是因为我不爱他。我要是爱他，没准让他骗走一辆车了都。没准还是让 B 字开头的。你说他为什么3番5次的骗我？真爱呀！真爱个屁呀！哎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他现在啊是没找着合适的，没找着有钱的，所以能捞一笔就捞一笔。就算你没谈过恋爱吧，看小说、看电视剧，这种情节多了去了吧？我知道了，现在的女孩啊，物质第一。听你们这么一说吧，我特想狠狠地教训他一下。哎，别啊，咱不带动用武力的。哎，动用武力跟禽兽没什么区别。你想想看啊，人和禽兽的区别在哪儿？就是咱会用脑啊。那咱们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不是爱骗吗？他不是爱演吗？咱们就给他来个以柔克刚。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也骗他一把。既然知道他现在是个女骗子了，那咱们还怕什么呀？该付出什么，不该付出什么，咱心里都有数了，就可以做到绝对的收放自如。本来吧，这事儿我想从外边找个人来对付，可是想来想去吧，总是觉得不如自己人来的过瘾呢。磊磊没见过他。哎，薛晶晶在明处，咱们在暗处，就凭这一点，咱们占有绝对的优势。哎，你呀，就算替艾伦报个仇，你就骗他一回。磊磊，哥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不是，我说你俩说的倒挺宽的，怎么不问问当事人的感受呢？你有什么感受啊？我不许说你不乐意。那我们还说什么呀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这个太卑鄙，卑鄙啊！这有什么卑鄙的呀？哎，有位伟人说过，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那都是耍流氓。咱们现在做的事是什么？那就是让那些流氓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你平时不是满口的恋爱经吗？可是你一次恋爱经验都没有啊！现在机会来了，抓住这次机会，说不定以后你再说那些的时候，我们还能相信你。没错，而且你想想啊，这薛晶晶啊，意在放长线，她一开始肯定乖得跟什么似的。哎呦，你呀，纯属在那享受。嘿，我一想到这个哈，我就心潮澎湃。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就当去上了个学，而且还不用交学费，这多合适啊！对呀，你就当拿薛晶晶练手，为你将来正式谈恋爱做准备。再说了，你一大老爷们儿，你怕什么呀？薛晶晶她一个人也斗不过我们这么强大的智囊团。也是，我也没什么损失，也没什么让他可骗的，是吧？这是一肥差，你想想啊，为你以后的初恋先上一个强大的爱情预科班，这多合适！薛晶晶她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就算是想跟她逢场作戏，平时你不也没这机会吗？那要不我上？上！哎，等，一定记住，关键是帮我报那个一箭之仇。潘总，这些下班之前全部输入电脑存档。好。迟到5分钟算旷工1天，扣工资。因为迟到，这个月奖金也没了，下次注意。好。
美女啊，你是什么学历啊？本科。本科？本科好啊，这都说这本科毕业的女孩是黄蓉，你不像那什么女硕士啊，这全是李莫愁，愁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毕业啊？我已经毕业了。本来呢，我是要保研的，因为差了几个行为积分，所以没有抢到名额。不过系里已经答应我了，让我担任大一的辅导员作为补偿，2年以后送我保研。现在已经是第2年了。第2年？哦，就是说你……就是说2年以后，我就是李莫愁。不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说的没错，读研就是蹉跎光阴，当然还得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家人在医院，我得去医院给他们送饭。这是我的咖啡钱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不是这，你瞧他这理由编的，去医院送饭，他要编也得编个能让人相信的吧？还有，一杯咖啡他都要跟我 AA， 你说我又不是付不起那钱，这不埋汰人了吗？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薛晶晶有点忒敏感、忒自闭了？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是觉得我在讽刺他。他好像是有点自闭，估计是小地方来城里上大学落下的病。什么事儿吧，就怕别人看不起他，没事儿就愿意装个小清新，弄双白球鞋，弄得自己好像多特殊似的。我觉得他那身儿倒还行。对，就是骗你这种傻男人。那得了吧你，当初你怎么被人家骗上的呀？不是就是看人穿那白球鞋了吗？哎，我那是阴沟里翻船，我看他以为他老实呢，谁知道内心极其险恶，简直就是个骗子。那你连骗子挑肥拣瘦的。哎哥，你说我今儿都这么主动了，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？要么吧是他欲擒故纵，要么呢就是你太次，人没看上你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这2点哪点可能性更大呀？反正我当初吧，跟薛晶相亲的时候，一眼就看上我了。去，我还比你年轻呢，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？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他。别说我了，你那女神你搞定了？你们没看见他面前那尊神，那哪儿地呀？简直就是祖宗。哎，你知道你的核心问题在哪儿吗？哪儿啊？就这尊神呀，追女孩同时，你得学会搞定他周边的环境。要不你也穿双白球鞋？哎，我长得不清新吗？是不太清新。什么人呢？你们俩？谭总让你一个人把这些都做完啊？哦，对，看你昨天休息不是很好。谢谢。要不然我去跟谭总说说，让你今天早点回去，把这些都带回家做吧。哦，不用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核算完成本给我。好的。怎么不带我送你那幅啊？那幅好看。对了，累的话收拾好了早点回去吧。晚点我让司机去你的公寓楼下接你。好好打扮一下，穿那件我送你的深 V 的连衣裙，很性感，我喜欢。哎，谭总，那个依然才刚来，
对公司流程也不是很熟悉，要不然不多做的话，永远都不会熟悉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嗯。你好，请问谭总在家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谭总的身份证，公司的年审结束了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谭总。好，你进来坐会儿吧你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来，身份证。你平时怎么也不出去玩一下啊？每天好多的事要做，你以为管理企业很容易啊？忙都是借口。那我爸原来还忙呢，他跟他那些老同学、老战友都关系好得很。你就像个植物人。我像植物人？可不是吗？虽然现在这里是你家，可你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平时做什么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也不说话。看个电影，一个姿势能好几个小时都不换一下。有时候不是看到你在眨眼睛，我还以为你没心跳了呢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有了。你说咱们也没差多少岁，你怎么跟个老爷爷一样？只要你少给我添点麻烦，我想我能快乐起来。我才没给你添麻烦呢，我能帮你。别的我不能打保票，但是让你快乐这事儿没问题。来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少宇快过生日了，我看他平时也挺孤独，没什么朋友，想弄个生日 party， 你们都过来让他高兴一下，我也比较好意思住在人家家嘛。行啊，挺有心啊，连少宇生日都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看一下啊。回来吃饭吗？谁啊？那什么，我奶奶。你奶奶多大人了还没断奶呢？你现在喝奶呢？奶茶。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人少宇过生日，去不去？你们商量吧。要我说吧，咱别去了吧。咱跟少宇不是一路人。咱们骑自行车，人家开兰博基尼；咱们吃烤串，人家吃鲍鱼。咱干20年都买不起人家一厕所。咱们就这么过去了，人以为咱巴结他呢。你说你也不争气，本来你是咱们班唯一能跟他抗衡，你又跟你爸闹僵。我说你怎么老是灭自己人威风，长他人志气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奋斗20年就买不起兰博基尼？你怎么知道天乐哥靠自己就没法跟他抗衡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显得失败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谭少宇这种人。哎，你看，这窝囊劲儿又上来了。你说我怎么说你？天天的。行了，都别争了啊！我是觉着呢，谭少宇吧，性格一直很孤僻，现在搬一大房子里，也没人理没人找的，挺可怜的。那是你赶上了，谁知道晚上多少姑娘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。哎呀，行了，既然天乐哥都这么说了，那咱还是就去吧。不过咱仨大光棍去，是不是有点寒碜呀？这要是能带个姑娘，是不是就好点儿？哎，咱们仨里边可就你女人缘最好了。对，这面子咱可不能丢，交给你了啊。成，那我想想办法。不是，你没事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买衣服。给我买衣服？对，我看你平时上班挺辛苦的，而你上班不得有点好衣服是吧？哎，到了，就这儿去。哎。来，我给你比划比划，看看啊。
哎，你别说，这条还真行，喜欢吗？喜欢吧？哎，那个服务员，等会儿，买之前你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送我这条裙子啊？没为什么，我就是想送你条裙子。不可能，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。说实话，我不怪你。哼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有一哥们儿呢，过生日，我答应人家呢，说要带一美女去。你说我身边哪有什么美女啊？就想请你帮个忙，参加我这哥们儿的生日派对。这忙我还真帮不了你，这么简单不可能。哎，别！你看，这衣服我买给你当一个礼物，就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行不行？我真的帮不了你，你还去找别人吧。这条裙子我也不能收，拿人手短。我走了。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依然，你这事儿一点商量没有吗？来，你坐下。哎，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你就别磨我了，我真的不能去。再说了，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，去了怪尴尬的。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了。这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哎，磊磊你认识吧？就我自行车店那小伙子爱宝，我跟你说过800遍了吧？我大学同学。哎，过生日这人你肯定认识，谭少宇。就是你们公司最大那领导。上次我还说你需要的话，我帮你打个电话，帮你关照关照那人。你看啊，多好一机会啊！我带你去，你正好正面的认识下人家，以后在单位呢有什么事儿就好照应啊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这都答应人家了，我要带不去一个美女级别的人，我多没面子呀！啊？你真的答应人家了？真答应了。那行吧，就这一次啊。哎，对了，这衣服啊，我自己做主，就给你买回来了。来，收下啊，下不为例啊。依然，好了没有啊？该走了。哦，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哎，挺好，那就走了啊。哎，天乐，我想了想。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？什么身份？当然是我朋友了。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？你看，何止是拿得出手，太拿得出手了！你这就叫燕京四座呀。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。啊？这什么女？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不合适吧？这。那行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，我就是一想法。哎，不，那个合适，你想法不错。那个我就是怕你这想法，你自个儿受委屈嘛，是吧？我这一直都麻烦你，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，那索性就帮到底呗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明白了，恶作剧是吧？哎，想也挺好的。这李爱宝啊，傻，骗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估计那谁也行。哇，这地儿太爽了！哎，买的什么呀？你看坏了，什么玩意儿？看了多少钱？一个下血本啊！你这是？不是好久没见了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依然。你哪儿找的？什么哪儿找的？住我家的。
住哪儿？我家。我是天乐的女朋友，你们好。哎，哎，你藏得挺深呢你啊！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哥们儿长脸吧？啊？哎，少宇哥，你好，雷雷。是看的是。哎，谢谢，破费了。没事儿，大富豪。干嘛呀？还留胡子，这么沧桑，挺帅的啊。还流行吗？天乐呢？哎，天乐，哎，这儿，走，参观一下。我朋友比较内向啊，来呀。少宇，哎，少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少宇。哎，忘了跟你说了啊，依然现在在你们公司上班呢，算是你们公司的员工。你看，别老板着个脸呀。是没跟你说，因为依然说了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有走后门的嫌疑，就没跟你说。你好。我也让你见见我女朋友，她还睡懒觉呢，我去叫她。啊？不是，你哎，不是你女朋友不是？哎，走啊！啊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，高开始有点累。啊，走。哎，你那个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小点声吧，别有客人。关我什么事？都你客人，有毛病吗你？客人你找来的。哎，这些姐，我靠，哎，你生日呀？我怎么睡过了我？现在呢，乖乖的把它穿上，出去好好的当我女朋友，你听懂了？我凭什么呀我？什么都不凭，你也可以拒绝，但立马从这搬出去吧，反正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呗。别呀，多委屈啊！凭什么呀？要不就搬走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来吧，别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蕾蕾、爱宝、天乐，还有天乐的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的女朋友美拉妮。我说你这下手够快的呀。美拉妮特别可爱，她家里的酒店业做得特别大，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的，当个芭比娃娃什么都不做，但自己就是闲不住，一定要自己创业，特别独立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子，什么都不做，只靠男人。怎么了？今天这么文静，也不说点什么？嗯，大家没东西吃，准备点东西。对，弄点啊，喝的什么的。那个，我去帮个忙啊！哎，少宇哥可以呀！怎么了？这绝对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、金童玉女啊！行啊，发展速度够快的呀。你也不慢呢。我是为你好啊，谈恋爱这种事儿你得慎重。像你这种感情比较单纯、大小脑都不太发达的，找个好的还行，找个不好的，有你好受的。哎，说谁呢？谁大小脑不发达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硕士学院毕业，还看不起人。我说的是情商。哎，在这地方，我问你，你情商算高的吗？那是，
跟你那温婉的依然妹妹比，我不算高。跟依然比，你还真是差点儿。人家依然啊，上上下下那都是一把手。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说，上到厅堂，下到厨房，进可御姐，退可萝莉。哎呀，要夸人家当面夸去，人在我这费什么劲儿啊？还有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现在也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我做什么我要考虑少宇的感受。什么个意思啊？想脚踏两条船啊？我骚扰你？哎，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？我把这话给你搁这儿啊，咱俩呀没戏。谁跟你有戏呀？上次不要脸我就没法说了，这次还来这说，有完没完呢？你这是？行行行，不争不争啊！干嘛？少宇，你这女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最近。在哪儿认识的？就这儿啊。就这儿？嗯。送货上门啊？是啊。说说呗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什么事儿都爱打听。发现了吗？谭少宇跟依然俩人不一般。吃醋了？哎呀，你放心放心啊，人俩第一次见面，放心。什么第一次见面啊？我敢跟你打赌，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以前肯定见过。哎，真想多了啊！我们家少宇不会给你抢女朋友的，你就好好的在你们家依然妹妹面前好好表现啊！干嘛呀？来，蕾蕾，来，我俩拍张照。好，看电视，快点的，快点，一个样，还这脾气。哎，好久没见了，依然一块儿吧。啊，我不拍了，你们拍吧。一起吧。那咱俩拍。行。来，3、2、1。吃水果啦！哎，吃水果。来，喝水了。吃橘子。依然，吃水果。哎，喝不喝水啊？给我倒杯水。那冰的啊？还冰的那么多事儿，你凑合喝吧啊。来了。服务你到位。天乐啊，跟我们说说呗，依然这么漂亮，怎么认识的？哎呦，我俩认识比较有戏剧性哈。对，我的奶奶跟天乐的奶奶是好朋友，奶奶特别喜欢我，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住在一起了。哎，这我能作证啊，他俩在一块儿住挺长时间。依然跟我认识的一女人特别像，特别的像。哦，是吧？但估计性格肯定相差甚远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哟，听你这意思是被人伤得不轻啊？啊，还记仇了嘿？啊，那时候被他坑惨了。被人坑惨了？就你啊？不能够吧？像你这么高智商还能被人坑惨了？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智商才有可能被别人坑了呢啊！所以田乐，你庆幸吧，依然不是那种女人。对，依然应该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头有些痛，上去吃个药啊。哎，咱们先聊。哎，上一个，那个，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啊？快帮我。啊。那什么，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。那我去洗个手。哦。啊，还有洗手间吗？有，楼上有，还有洗手液都有。你现在不觉着他们俩有事儿？但能有什么事儿呢？
直觉告诉我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这不没说吗？但我觉得吧，依然这个女孩子应该不简单，一般能藏出事儿的人都比较可怕，小心点啊。哟，这情商怎么还一下变高了呢？啊！刚才你发现了吗？谭少宇看依然的眼神儿有感情，非常强烈，绝对不是一般的事儿。等等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回来？我想你是认错人了，谭先生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为什么回来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真的是认错人了。你刚才也说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。是，或许只是长得像而已吧。因为尚文芳呢，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，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哦，对了，她也不会用这种味道的洗发水，让男人闻了之后浮想联翩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没错，我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尚文芳，你给我记住，有什么事找我谭少宇来，别去祸害我哥们儿，你听清楚。我想你真的是想多了。带相机了吗？带了。干嘛呀？找机会拍出来看呢。哎，你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，一块聊。我们说这橘子还挺好吃的，要不然让他给你来一个？哎，行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来一个。谢谢啊。我希望我是想多了，我更希望我是认错人了。那个蛋糕好了，吃蛋糕了。别送了，我们走了。招待不周，咱下次见。哎，什么？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你们在前面等我，我方便一趟啊。这么多事儿，这前面找我事的。走了啊。拜拜。行，走了，最后一个。拜拜。听了什么情况啊？掉坑里了？不是，那我怎么没事呢？要不你们先走吧，我在这等他，反正我们也不顺路。我们陪你，不懂事儿呢，二人世界。
那我们走了啊！啊，拜拜啊，包。嘿，现在就开始顾家了。走了啊，小心点啊！好的，有空来店里玩啊！拜拜。然，哎，这哥俩都走了，真不仗义！嘿，来，包给我吧。哎，走。哎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咱演的没破绽吧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呀？现在你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咱们俩之间的关系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不是你突然间这么一说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。你是不是晕了？咱们今天这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吗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我喜欢啊，像你这样的女孩挺好的，谁会不喜欢呢？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依然，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我开玩笑呢。啊？哎！什么情况呀？你今天这出戏演给谁看的呀？哎，行了，别发呆，人都走光了。你喜欢林天乐是吧？谁说我喜欢林天乐了？再说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你和依然有问题啊。跟你这种情商智商都低到极点的人，我真的懒得解释。哎，你才情商智商低到极点呢！无情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因为尚文芳根本就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也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所有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这是我的女朋友美兰妮，美兰妮特别可爱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少爷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谭少宇，你有什么理由解雇我？这事儿已经定了，我没有必要再向你解释，请你尽快去办离职手续。这件事儿，董事长知道吗？董事会同意吗？你真的愿意让董事会知道吗？啊？这件事儿，除了你我之外，但凡有一个人知道你假借其他公司的账目来转移公司资金的话，我想后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走司法程序。我是真的不想离开公司啊！
我真的错了，能原谅我吗？啊？有些事情呢，可以弥补；有些事儿做错了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你自己想清楚。哎，小雨，小雨。谭总，预算的报告已经做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把所有项目的预算再压缩一下，重新做一遍。可是现在已经是最低的预算了，还要重新做吗？我老板，你老板啊。好。还有，你跟天乐认识多久了？没有多久。你是真的喜欢他吗？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当然喜欢他了。那你确定他真的喜欢你吗？我觉得喜欢可能不足以表达他对我的情感，应该是爱。他爱我。别因爱生恨就好。这个您多虑了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夫人，再来2杯。实在喝不下了。够吗？够了。我想起来了。上大学那会儿吧，有一次，我跟谭少宇我们俩见义勇为，勇斗小流氓，我都被人开了瓢了。你猜我们班主任和校长见我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谭少宇没事吧？第二句，谢天谢地，那孩子脑袋金贵。那肯定是你学习不好，找老师烦，你怪谁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想知道啊，他有没有那种特丢人、特尴尬，说出来让人抓着小辫子，就是可以狠狠勒索他一把的事儿？你想干嘛呀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好好的了解我们家少宇更多方面、更深层的，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？不太可能啊！你想啊。这个，别人在早恋的时候吧，他在读书；别人在读书的时候吧，他在做实验；别人考试作弊的时候吧，他托福都快考满分，对吧？别人待业了，他成了知名企业大老板，这都是历史大事件。野史呢，就是不断有各种美女投怀送抱，那不也是必然的吗？哎，他就没有被女人甩过，不要他。没有吧？不知道。不会吧？一点缺点都没有啊？反正我觉着吧，少宇哥是我见过的男人里边最完美的 ，perfect。人有弱点才可爱，绝对完美的人最讨厌。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上大2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班花喜欢谭少宇，追他追了整整1年呢。谭少宇死活就不同意，我们当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毕业以后才听说，他那会儿跟一师姐好着呢。师姐啊？哎，什么师姐啊？漂亮吗？后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见过，我都是毕业以后听人说的。哎，不过我听说那师姐后来因为这事儿都休学了。休学了啊？闹这么大呢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废话，你能知道吗？你小屁孩，那会儿你还没入学呢，你才小屁孩。我拍的都看了吧？不是，我回家翻里遛够，那相机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！怎么可能呢？真没有。我明明录了呀。会不会是被依然给删了？别，你别把人说的都那么黑暗行吗？我真拍了，你是没看见依然和谭少宇在走廊里偷偷摸摸的那样。
那你说他俩能聊什么呢？啊，还在一偷偷摸摸的地儿。哦，他们俩也说不定，说不定人家是碰巧碰到一块儿了。不可能，他俩肯定有事儿，说不定就是谭少宇的问题。为什么是谭少宇的问题？我还觉得是依然的问题呢。怎么是依然的问题呢？我反正就觉得依然有问题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现在怎么就死咬着依然不放的，弄得人家跟那苏联特工似的？我是为你好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我哪门子好啊？再者说了啊，咱俩现在老见面，这不太合适。怎么了？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关系不合适啊！你想啊，你怎么着也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吧？啊，让别人知道了，我老约我哥们儿女朋友出来，这肯定不合适。哎，先打住。闻着了吗？怎么那么酸呢？哪儿来的醋味儿啊？我吃那门醋，我是有依然的人，我。反正我先声明，我只是借住在谭少宇家里，那房子也是暂时卖给他，以后我还要买回来的。反正你是住在一块儿了，朝夕相处，没说考虑考虑啊？你没事儿吧？你不会真把谭少宇那天说的当真了吧？我就是再没人要，我也不可能找一个一天只会板着脸、沉醉在自己世界里的怪咖做男朋友的。没你说那么夸张，人谭少宇屁股后面小姑娘追的一大堆呢，怎么着？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？啊，这么说你和依然已经得月了呗？别胡说啊，这可不能胡说，毁了人家女孩的清白。你刚刚那样说还毁了我的清白呢。哎喂，依然。哎，天乐，你能帮我去接一下依恋吗？我在公司事情太多，走不开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跟人再坐会儿，我有事儿先走了啊。哎，干嘛呀？还没说完呢都。我有急事儿，哪天再聊呗。什么急事儿啊？我得去接孩子去呢。哟，你们俩都有孩子了呀？那是依然的妹妹，叫依恋，现在在幼儿园呢。那孩子在幼儿园，你操什么心呀？孩子在老师手上不比在你手上放心呀？我都答应人家了。啊，那一会儿。哎，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每天那么晃荡了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您是不是得找份工作呀？我什么都不会。不会可以学呀，那也别这么晃荡着呀。行了，别提，说着就烦。你这属于啊心理阴暗那种，就应该呢多去跟我们参加户外活动，多见见阳光。参加完户外活动呢，立马就不一样了。行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，走。Hello， 안녕하세요。那个依恋，来，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还真不高兴了呀？啊？谁惹你不高兴？你告诉我，谁让你不高兴了，咱就让他不高兴，好不好？有这么教孩子的吗？把人教成流氓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呀？啊？我就看出来了。你说，你怎么让我们依恋不高兴了？啊？人家这么讨厌你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明白了，肯定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，你嫉妒了，是不是？天乐，哎，你为什么接我迟到了？啊，我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吗？哎，咱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这样不好啊，咱叫阿姨。哎，姐姐啊，叫姐姐。老太婆，老太婆！哎呦，你看，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啊，你悄悄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啊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咱也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。这么说话，他该不高兴了，他该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就算他长得老了点。嘿，谁老了？我比你年轻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看看，
咱俩这长相明显差着辈分的了，是吧？还有告诉你啊，永远都别跟孩子置气，跟孩子置气，你这智商从这儿吧唧就落到底了，知道吗？还有告诉你，跟孩子置气永远都是你输啊！天乐，哎，他是谁呀？你怎么没和依然一起来接我？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不许叫我老太婆，要叫我阿姨。哎，对，阿姨啊，姐姐，姐姐啊，知道了吗？你就是老太婆，丑八怪。啊，姐姐，不要老太婆。喂，哎，那个依然啊，对，接着了啊，那个我们马上到你那个楼下那咖啡厅咱碰面啊。不许叫我。哦，好，挂了啊。老太婆，姐姐，老太婆。哎，行了，好了，不吵了，乖啊。那咱们去找依然去，好不好？谁说我老？你要不知道看的我还以为我是18、19嘞。对，你本来就18、19啊，别拿那照了，那把你照老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依然好看嘛！林天乐，你不许喜欢他。啊？我。哎呦，你这么小就知道听姐姐吃醋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吃醋的地方多。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嗨，梅小姐，你怎么也在呀？我今天跟天乐在一块儿，就一块儿去接了依恋。依恋，我今天加班没能准时去接你，不过好在有天乐跟这位姐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呀？天乐哥哥，谢谢你接我下幼儿园。哎，怎么就谢我一人啊？啊，人姐姐跟我一块儿接的，你怎么不谢她呀？对呀，我特地去接的你。我本来和天乐正在忙正事儿，一听你没人接，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是不是要谢谢我呀？我要吃冰淇淋。依恋，真要吃啊？那走，帮你买去来。那边。依恋挺可爱的啊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呢，你看小孩真的不能那么宠，他现在年龄还小，以后还要上中学、小学，这种脾气肯定得受人欺负的，是吧？哎，她是你亲妹妹吧？是啊。那你爸妈生你们年龄差得够远的呀。你爸妈年龄也大了，也带不了他。你说你把他带出来，你还要拼事业，也管不了他，他也挺受罪的呀。啊，当然了，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关心天乐。天乐平时也有自己的事儿，也不能随叫随到，你说对吧？对，以后我会跟天乐安排妥当时间的。好吃吗？天乐给我买的冰淇淋最好吃了。真会说话。你是不是个乖孩子啊？我是乖孩子呀，怎么了？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跟那个老太婆一起来接我了？人家不是老太婆，人家有名字，人家叫梅兰妮姐姐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管她叫老太婆呀？不喜欢。我只喜欢你和依然一起来接我。那我问你啊，那你是不是乖孩子呀？当然是啊。那我觉得啊，今天依恋呢做的不对，不能给人起外号，你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人喜欢你才跟我一块去接你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待会儿我觉得你回去了，你得跟梅兰妮姐姐啊说声谢谢，行不行啊？你刚才说了你是好孩子吗？啊？好吧。那行，来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啊！哟，还盖个章啊？行，好嘞。那咱一边吃一边往回走。行。
走，真是乖孩子啊。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谭少宇的女朋友吧？对，那个我只是出于关心天乐嘛。再说天乐也是少宇的朋友啊，高兴了。我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林天乐的女朋友，我又这样关心天乐，所以你就觉得有点不高兴。我很理解你的担心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天乐呢，他人好又很仗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多帮忙呢。会的，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。我跟爱宝、雷雷他们相处的都很好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谭少宇。哦，就我男朋友那天你见过的，他脾气有点怪，可能不太好相处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你在他身上多花点心，你们俩一定能相处得很好的。妈妈回来啦！回来啦。好吃吗？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你是不是得谢谢梅兰妮阿姨啊？谢谢姐姐今天来接我。哎，这就乖。哎，依然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帮你点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回家吧？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回家了。成，回家。来，我给你拿书包啊，咱们把书包背上，走吧。回家了。走。刚跟依然聊天，我觉得特别多疑点，咱得好好查查。知道了，低调啊，稍安勿躁。天乐，吃晚饭了。哎，依恋呢？他可能白天玩累了，这会儿睡着了，等他睡醒再吃吧。是玩挺疯的今天。你跟谭少宇的女朋友熟吗？不熟啊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跟你提个醒儿，别跟人家女朋友走那么近，省着别人说闲话。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其实那天咱们去谭少宇家，你同意让我做你女朋友，我还以为你是想借这个机会跟我表白呢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回报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这事儿算我没考虑周到，下不为例，对不住啊。没问题呀、千万别让他起疑心啊！跟踪这种事情需要高度技术含量的，您得保持距离，并且随时要找到掩护。哎呦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听这动静，他应该出门了，我赶紧跟上去了啊。行，带上相机，要物证啊，物证。我知道。
我已经跟到公司门口了，我用跟进去吗？跟进去呀！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学是在一起的，没有依然。高中我也查了，也没有依然。依然没有出过国，那他和少宇就没有同学关系啊？人怎么认识的呀？行，我知道，先挂了啊。林先生你好，哎，您是来找谭总的吗？我找谭少宇。啊，好的，帮你转接。哎，别，那个我找他没什么大事儿，想给他一惊喜，那个不用惊动他啊。好，那要不您请便。哎，好嘞啊。哎，干嘛？偷拍呢？没有，你这儿景儿挺不错的，我取点景儿，以后万一拍什么片子，我来你这儿拍，挺好的。前台说你来了，找我干嘛？我找你吃个饭。走吧。走啊。鬼鬼祟祟。没有，就这儿景儿不错，挺好的。我就不吃了。公司下午有会，吃多了的话犯困。哎，我发现你吧，有时候对自己啊挺狠的。哎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你一天背80个英语单词，一坚持就是4年。哦，还有一回，大2查出你什么腿上有那个软骨症是吧？带了一那叫什么来着？密不透风，跟盔甲似的，整个一夏天24小时摘都没摘过。所以啊，这很多人都觉得我怪嘛，不好相处，不合群。但说到这儿，天乐，我挺感激你，这么多年一直做我朋友，就你受得了。至于爱宝这小子，在背后怎么说我，怎么想我，我全都知道。哎，他吧就是性格比较直，但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。这么多年了，谁不了解谁？没往心里去。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过生日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呀？
还让人家梅兰妮给你组织。跟依然什么时候结婚？你跟依然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这美兰妮吧，最近也挺怪，神神秘秘的，抓不着人，早出晚归。我就寻思着吧，是跟你走得挺近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你就出国了。这几年呢，咱也没联系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听你提过呀。不是，刚才呢，问你跟依然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提个醒，你这快结婚的人，不能什么都想要，有时候想得到的太多吧，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得到。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人得知足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确定答案？公司下午有会，我先走，不等你吃饭啊。我用了1天时间，冒着几次被敌人发现，甚至有可能牺牲的危险，我拍到了这些。都有什么呀？你好好看看呀！哎，在我拍的这段时间里面，谭少宇一共看了依然16次，依然看了谭少宇10次，平均每次都看好几回呢。够精确的啊！那当然了，对我来说这都小意思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平均每小时谭少宇看依然2到3次，代表什么呀？哎，这不代表什么吗？准确来说，真的不代表什么。谭少宇看依然的时候，依然是不是都在动，都在工作？在生物界里面，动物对活的食物是有本能的注意的。哦，哥，你那么说，要是换我坐到依然那位上去，谭少宇也能看我好多次。啊，没准比这还多呢。照你这么分析的话，他俩人就没事儿呗。那也不一定。你说说，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后来吧，我被发现了啊！但我假装啊，说是来找谭少宇吃饭的。但吃饭的时候呢，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但是我总觉着啊，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。说什么来着？说的都是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的吧？哎，但是啊，我问他的问题，他都没答；他问我的问题呢，我也没答。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依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你远离依然，然后珍惜我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都是。哎，怎么每次我分析问题的时候，您都带着强烈的自恋情节呢？什么自恋情节啊？我这是严肃客观的分析问题。那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他让你珍惜谁？珍惜谁也不能珍惜你啊！哎呦，你可别自作多情啊！开个玩笑，我还不惜的让你珍惜我呢。嘿，行，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切入点有问题？啊？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？你呀，让我好好想想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回去晚了，谭少宇要把你解雇了，我告诉你又无家可归了啊！那我先撤了。哎，好好想想，